聽講你早幾日處理咗一單二手住宅買賣採用咗置易付，有冇資訊可以分享下？置易付係為咗加強物業交易中嘅客戶保障而推出嘅支付安排，希望喺現行就按揭款項以支票過數嘅支付安排之外，為客戶提供多一種以電子轉賬支付嘅選擇。置易付除咗可以簡化按揭貸款嘅資金流向，提升支付效率，銀行間嘅直接電子轉賬亦可以提高支付安全，賣方更可以最快喺成交當日收到餘款。總括嚟講，對買賣雙方都有好處。置易付得到金管局同銀行公會嘅全力支持，適用範圍亦已經由物業轉按交易擴展至二手住宅物業買賣。值得一提，喺置易付下，地產代理為客戶進行物業諮詢及協商交易嘅工作將繼續維持不變。聽落置易付都幾好喎。如果我個客嚟緊想採用置易付，需要符合啲乜嘢條件啊？一般嚟講，適用嘅物業交易首先要係香港二手住宅物業買賣，包括住宅大廈內嘅獨立車位或者住宅連車位嘅轉讓。第二，買方需要喺香港嘅銀行取得以港元計價嘅按揭貸款。第三，賣方需要喺香港嘅銀行持有港元戶口。值得留意嘅係，買賣雙方無論使用相同或唔同嘅按揭銀行，又或者賣方物業冇現有按揭，都可以選用置易付。如果客戶想進一步了解資格要求，可以請佢哋聯絡銀行或者律師。咁置易付嘅支付流程同目前以支票過數嘅安排有乜分別呢？用咗置易付，買方嘅按揭銀行會將按揭款項直接轉俾賣方嘅銀行。如果對方有按揭，銀行喺清繳貸款之後會將餘額直接存入賣方嘅戶口。如果冇按揭，就會直接將筆錢入落賣方嘅指定戶口。對比傳統嘅支付方式，買方嘅按揭銀行要先將錢轉俾買方嘅律師託管，再轉俾對方嘅律師代為清繳對方嘅按揭，然後再將餘額俾賣方。置易付係更直接同快捷嘅方法。明白晒。咁我個客可以點樣申請選用置易付呢？買賣雙方只需要向自己嘅地產代理表示希望選用置易付，並喺臨時買賣合約中加入相關嘅條款。買賣雙方委任嘅律師同銀行就會根據合約上嘅條款作出適當處理。臨時買賣合約加入嘅置易付條款會唔會好複雜㗎？如果我個客本來同意採用置易付，但之後改變主意，又會唔會影響到成交呢？放心，臨時買賣合約只會加入簡單條款，以確認買賣雙方原則上同意採用置易付。任何一方亦可以隨時喺交易完成日前8個工作天或之前撤回同意。如果物業買賣交易期間因為任何原因需轉換支付安排，例如由置易付轉回現行方法，物業買賣成交係唔會受到轉換安排所影響㗎。好，咁我一定會推薦客人用置易付啦。